天生德，孰达机务？继位为王，朱公子依旨就封，其母可随子前往封地。寡人把太子、把大秦托付给朱庆了。臣遵旨。寡人累了，退下吧。大王宣弥八子觐见。韩五爷，韩五爷，韩五爷，您把信送了没有？宫中可有回复？不好意思，多喝了2杯。慧儿姑娘放心，这信呐，我已经递进去了，那些门吏都收了我好多礼。慧儿姑娘，这一有消息，我立马就通知于你。五爷醉了，我明日再许您说话。呸！生气个屁呀！看你还能撑几日？韩五爷，慧儿那丫头
我怎么好几日都没有看见他了？慧儿她忙着呢。韩五爷，你又喝多了。哎，韩五爷，宫里有回音了吗？宫里？你也是刚从秦宫里出来的，知道这宫门深似海，哪是我等能够轻易出入的？公子，你冷不冷？婆婆，这燕国怎么这么冷啊？这燕国呀，就是以寒冷闻名的。还记得你魏冉舅舅小的时候，最盼望有一天能到燕国看冻掉鼻子和耳朵的燕人。亏得有一曲王送的这些毛皮，不然的话真要被冻死了。哎哎呀，慧儿的头好烫，怕是发烧了。我没有发烧，我就是觉得浑身都没有力气。来，我给你搓搓手。继儿，慧儿姑姑，还是你盖上。放心着凉了。没事，继儿的手热乎着呢。好在继承已经到了，到了驿馆就给慧儿找医者。夫人请，公子请。将军请。夫人，我们为您准备了上饭。这附近有医者吗？有，医馆门口就有一个行医的医者。夫人需要，小人马上叫人去请。有劳了。夫人这边请。将军，您在那边。看你这一身的血。啊，这好冷啊！这里比咸阳冷多了。是啊。对了，婆婆，刚才门前。看一看，看一看嘞，看一看，看着点路。对不住。等，我刚刚想起来了，你采买的单子里面要加上川贝母、益母草和连翘，店里头断货几日了，宫里的女医治几日要用的。那个女医治啊，最难打发了。上次店里给她准备了川贝母，她说那是北贝，药性差，材料不好。还说啊，她在楚国的时候只用松贝和青贝，要不是这两种，她不要。那你就给她找松贝嘛，反正是宫里要的东西，又不会差我们的钱。去吧。好吧。母监，水。哦，是大王。天太热了，该让永相令给各宫发送兵了。今年的天儿热得特别早，往常都是夏至才开始送兵，可眼下离夏至还有小半个月呢。等夏至到了，寡人要出宫去祭地。上回生辰寿宴，寡人撒了王后他们的血。跟着去吧，慢一点啊。把祭品放好。是。
就是好的不能再好了。哇，你们这好热闹啊！大监，拜见八子。大监免礼。啊，给大王祝寿的。是。哦，这几手绣的真是活灵灵的。寿与寿又同音，的确很好。大监跟着大王，什么好东西没见过？能勉强入大监眼的东西，那就算是能过得去了。我夸的不仅仅是你的针线，还有你的心思。宫中不缺巧手的女人，但论慧心巧思，恐怕只有八子是第一份儿。大监谬赞。记得八子刚入宫的时候，从头到脚那叫个素净。如今衣裳艳丽，人也俏丽了，这可真是人靠衣裳，马靠鞍呐。大监既拿我取笑。八子，老奴这次前来有一事相求。大监请说。近日前朝事情甚多，大王的心情不好，八子该花费点心思，借祝寿的时候一定要让大王宽心解忧。那是自然。那老奴就告退了。大王看了我的上书，虽然没有多说什么，